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午安，我係 2C 班陳思。我要講嘅成語故事係半途而廢。戰國時代有個叫洛陽子嘅人，要到第二個國家拜師求學，1年後就返到屋企。佢太太見洛陽子返嚟，就問佢：你嘅學業完成好未？洛陽子就話：仲未完成，因為掛住你，所以就先返嚟。佢太太一聽，馬上攞起鉸剪，將織布機上嘅線剪斷，同洛陽子講：呢塊布由織布機一絲一絲咁累積而成，而家我把布線剪斷，前功盡棄，唔係同你喺外求學中途放棄一樣咩？洛陽子聽咗十分感動，於是又繼續出外求學，後來得到老師重用，做出一番事業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無論喺求學又或者做事方面，都千萬唔可以半途而廢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好似織布機上嘅布一樣，前功盡棄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